好，中国迄支手伫村入到咱台湾，咱台湾即马要来掠间谍。行政院即马就司法加强国安侦查，头先要查的就是行政院5个省长办公室的职员。另外嘛要求各部会启动侦查，甲名单送去法务部。也查迄个范围即马是增加1000多人，毋过在野这边是质疑政府做无周全。总统府外交部连续表示，和强调信号无做到查核机制是主要原因。因此，行政院补破网，司法加强国安调查，增加查核的频率内容，伫初六正式实施。第一步对象锁定行政院长、副院长、秘书长2位副秘书长、行政院5长的办公室职员。另外，也伫咧16要求各部会启动调查。根据调查局的统计，查核的范围自1328职务增加1008人。因为吴钊燮就用了共谍嘛，那如果政府连吴钊燮这么高的官，都没有先请他去问，不管是查看他有没有共谍的嫌疑，或者是还他清白，这个都是第一步要做。如果政府不做这一步，我就怀疑政府真的想要扫除共谍的决心。人家接着说你是打假球。对不对？那么严重都已经是呈现出来了，不只是邦交国断交了，然后你又是目前是国安会的这个秘书长，你不止不给真相，连立法院要你来专案报告把事情讲清楚，你到现在也不来。这边司法也将查核另外的当居人，也个父母拢纳入调查范围。不过，在野党认为做了无够，叫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要赶紧出面说明，若无法度互人民信服，政府放碟线头，变做做半途而尔。所以是更加深、加宽、加严，也加密了。这个扩大查的办法，我们绝对全力来支持。那我在司法法制委员会的时候，我也扩大的针对特查办法，也应当扩大对于立法院的查。针对强谍案一直传出，中共积极渗透国军，台商江顺和就变成强谍，涉嫌伫台湾为中共发展组织，透过金钱利诱。接受空军官校的处长张明铁，一个空军第3联队的前科长叶冠奇，其中张明铁几多遍刺探空军的机密，收130万，台中高分检依法起诉3个人，针对张明铁求处11年，将顺和是12年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